自己人都唔放過。盤點英超近年嚟打自己人嘅球隊紀錄啊，艾齊斯對住明斯啊。2019年嘅9月份咧，艾士東維拉對住韋斯咸0-0嘅戰平比賽入邊啦，艾齊斯因為未及時回防，引起咗明斯嘅不滿意，兩人發生咗爭執，而荷蘭嘅邊鋒甚至試圖用頭撞明斯啊，但兩人喺中場休息之後就化解咗矛盾啦。羅里士對住孫興文，2020年嘅7月份，熱刺1-0領先愛華頓嘅時間，隊長羅里士亦都係不滿意孫興文未回防及時，衝上邊直接推咗孫興文一把，兩個人咧亦都係爆發咗激烈嘅爭吵。中場過後咧，爭執亦都係翻篇，球隊最終亦都能夠贏低比賽。賓懷特對住先真高，2024年嘅1月份，阿仙奴2-1擊敗諾定咸森林之後啦，後防線嘅賓懷特同埋先真高亦都發生咗激烈嘅爭吵啊！起因係因為球隊喺最後階段失咗一粒波，而雙方亦都係被工作人員當時係及時拉開嘅。即刻羅賓遜對住索沙，2024年嘅2月份錫菲聯0-1不敵狼隊嘅比賽入邊啦，羅賓遜同埋索沙亦都係爆發咗爭吵，雖然隊友勸交啊，而 VAR 甚至檢查係咪要出示紅牌添啊，咁但係最終咧係冇任何嘅判罰，而主教練懷特事後亦都表示啦，球員仲未越界。基爾同埋米高堅尼啊，2025年11月份，愛華頓客場1-0擊敗曼聯，基爾喺第13分鐘掌摑隊友堅尼啊，事件原因亦都係基爾同堅尼喺禁區入邊一次配合嘅失誤，而基爾亦都翻到禁區防守，將波搶到嚟之後分波俾堅尼，但係兩人配合失誤之後導致 B 費攞波成功，後者亦都打門形成咗威脅，跟住落嚟呢，基爾就直接衝向堅尼，兩人發生咗衝突，而基爾亦都係暴怒之下失手打人。